夜市人生30几年前，逐礼拜的拜二甲拜四暗时，伫阮兜迄条街路呢，拢会有一寡人来摆摊仔卖杂碎甲点心。即款市仔，阮叫伊做商店。有商店的暗时，我上痛，爱对路，阁爱佚佗。后来商店哪来哪喊，规尾消失去。逐暗都有的夜市，煞是豆豆仔出现。即马台湾头到台湾尾，逐位都有夜市，因内底有食有耍，嘛有通掠，规模比商店是10倍大，是真侪台湾人爱去的所在。外国来的观光客常在嘛爱去踅即款新式阁有特色的台湾夜市。为虾米即马台湾有遮尔侪趣味的夜市？咱会使为人、经济甲国家这3方面来思考夜市的意义。就人的方面来讲，夜市就是一个佚佗空间，互人会当伫遐筋骨活跳，心情透放，喙齿满足，耳目鼻欢喜。1930年，日本人伫台南设立的沙卡里肉，通讲是现代夜市的初步批模。内底有卖食的，有拍拳头卖歌药的，嘛有巡回表演的歌舞团。现出时的夜市嘛是安尼的一个挑伊各地都市呢，创来甲点心搭、番仔捡做伙，互因做生意的空间。会准伊创即号通啉、通食、阁通耍的空间，其实是政府要管制百姓的生理活动，煞拄好提供现代人一个做义娘、消磨时间的所在。政府要调工伫都市里规划即号夜市空间的云端，甲台湾社会发展关系真密。1930年，日本人伫台南设立沙卡里肉，是因为台南运河开通，4颗链长若繁华。伫战争时到战后迄阵仔，1936至1950年代，莫讲是夜市衰微，规个台湾经济都稀咧咧。到甲台湾经济佮发展的时，出现2款状况：第一，都市甲工业的发展，甲人力城去，致使增加的工商活动死严严。商店的出现，拄好分布即寡所在的商业甲物资的需求。第二，台湾发展代工了后，有的代工生产的下厨品转做内销。透过商店这款无正式的门路，卖互台湾人，安尼爽着台湾人买着好米的起毛钱，嘛互工人趁着外劳啊，补贴因的经济。不管是商店，也是伫都市四界串的贩仔，拢是伫趁地下经济的艰苦钱。因卖偌济，就趁偌济，毋免纳税。毋过，警察会来掠，会罚钱，甚至没收因趁钱的家私。所以，地下经济是伫甲国家体制相对抗。1980年代进前，比商店的规模较大的夜市寥寥啊成形。庙埕、野菜市仔边，甚至路边，若有空地通互人摆搭做生意的所在，贩仔念歌卖药仔的，化场的，有时嘛有迄号跳团年舞的，拢来聚集伫遐。迄个电视还未遐普遍的时代，规家伙仔烧少去踅夜市是事上代。夜市虽然闹热，毋过警察嘛是会来处理。生理加野，钱趁甲闹热滚滚，地下经济真兴旺。政府颠倒头壳疼。1980年代开始，要摆夜市，爱去警察局登记。有登记就是合法的，要管理、要扣税，拢较好流落。就安尼，夜市就成做都市里特殊的佚佗空间。私人甲空地租互人摆摊做夜市，嘛成做一个趁钱的步数。即马
夜市的规划甲管理，地方政府嘛会插手，因为因毋望在地的夜市会使是观光空间，通甲各地的游客城来。夜市人生会使是一个家庭为经济打拼的小故事，嘛会使是台湾社会变迁、经济起落的大故事。后摆你若去踅夜市，毋通袂记得为多元角度来观察台湾的夜市呢？安尼敢毋是比简单啉食加较趣味？